帶你哋睇齊晒港九新界所有陳列室。第一期我哋嚟睇。提下大家啦，如果你想 check 一下某架車嘅詳細 spec， 又想睇一啲緊貼熱點嘅新車資訊，咁啱得咁巧，又想 search 埋陳列室嘅地址，想話禮拜六日去睇下車，甚至買車咁樣，咁你就要記得 click 入我哋 Bitauto 啦，我哋可以幫你揀到最啱你心水嘅車，包你信得過㗎。首先睇一下呢架 Friday， 佢最大嘅特點就係除咗呢部 WLTP 可以行400公里嘅電動版以外呢，仲有一架 REEV 增程版嘅。簡單講就係多咗副計喺個車頭，呢副計淨係用嚟發電嘅啫。廠方就話入滿油加滿電可以行到1200公里，唔需要油齋行電呢就200公里嘅續航力，比起純電動就更加適合行長途啊，比如北上咁樣啦。跟住就係呢一架 Vigo 啦，就我自己嚟講呢，今日最佳。首先喺啲入門級嘅電動細車裏面呢，你好難揾到第二架個造型咁硬朗嘅車款。另外就係佢最大嘅特點就係呢隻尾門，唔好意思係兩隻啊，天地門。除咗好有玩味呢，亦都非常之實用。好似你有時候停入啲窄位之後呢，想話喺個尾箱攞啲嘢咁，其實係真係幾方便嘅。其他方面好似佢嘅續航力啦、配置啦，仲有乘坐空間等等，作為一架腳車嚟講，表現都係完全 OK 噶。最後就係呢一架007，喺嗰一批電動房車裏面呢，呢個樣都算係比較特別嘅，好似呢種分體式嘅頭燈設計啦，仲有呢個好流暢嘅快背，唔單止好睇，亦都好有用。廠咧就話呢架車佢嘅 CD 值咧就只有0.209嘅啫，咁當然啦，好多時候個樣都只係俾人哋睇嘅啫，最緊要都係個內在，好似佢嘅配置啊。呢個有815晶片嘅智慧座艙、大天幕、通風加熱電動燈等等呢啲，仲有個超級大嘅尾箱。性能方面亦都係足夠有突嘅，甚至仲有場地賽冠軍團隊調教過嘅底盤，係咪真係咁好？大家都可以過嚟試揸一下啦〜